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Wing Wing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嘅 channel。上一集呢就介紹咗由香港搭高鐵去到杭州嘅方法。今集呢會介紹杭州嘅兩個景點。第一個要介紹嘅就係杭州國家版本館。咁距離我哋嘅酒店大概就係半個鐘頭嘅車程。咁我哋去到嘅時間就係啱啱好9點前，咁啊等佢9點鐘開門。咁展館逢星期日就會休息噶啦，咁啊星期二至五開放時間就係9點至4點啦，而星期六日就會開耐少少，就9點去到4點半。咁我哋嚟到嘅時候都見到一大班嘅中學生嚟到呢度參觀。咁展館係免費開放嘅，不過就需要早一日經小程式預約。入到嚟見到呢棵樹都真係好靚下。杭州國家版本館又會叫做文潤閣，佢就喺2022年7月份先正式開幕。佢係國家版本館其中一個嘅分館嚟嘅，另外仲有北京啦、廣州啦同埋西安，總共4個館。成個版本館佔地面積都幾大下噶，我哋就有1個鐘頭嘅時間喺度參觀。今次入到嚟就冇導遊介紹啦，咁我哋就係自己慢慢喺度參觀嘅啫。咁如果你行得快嘅話可能大半個鐘都可以參觀得晒。雖然佢就叫做版本館啦，其實就同歷史博物館係差唔多。咁成個館都有升降機啦，同埋有斜坡嘅。咁如果輪椅人士嚟到其實都幾方便下。最重要嘅係展館入邊啲冷氣都十分之充足。我都真係好怕返大陸去到一啲冇冷氣嘅博物館啊，行起上嚟真係熱到唔想繼續睇落去。咁要提提大家啦，咁入去版本館就記得帶身份證明文件啦。香港人就帶佢哋回鄉卡，因為就實名登記嘅。如果要預約嘅話就喺公眾號杭州國家版本館就可以免費預約噶啦。版本館嘅外形都好靚下嘅，有幾個打卡位都好值得大家過嚟。如果要搭地鐵嚟嘅話就建議搭2號線去到良渚站，再轉巴士過嚟，或者call 車過嚟都係好方便。由於我哋就跟團嘅關係啦，所以就有時間所限，有啲後尾嘅展區我都趕唔切去睇啦，淨係拍攝咗。行到每一個館啦，都會有一個嘅結語喺最後。咁啊嚟到呢個位置我就認為係打卡最靚嘅橋嚟噶啦。難怪咁多網紅過嚟呢個展館度打卡。每去一個地方我哋都會去佢哋嘅博物館啦，去參觀下，咁啊睇下當地以前古代嘅歷史啦，同埋佢哋用嘅用品。今次嚟到杭州都估唔到杭州啲建築物啦都起得咁靚。咁由於我哋去當日就係4月3號啦，仲係復活節嚟嘅，咁但係大陸就唔係公眾假期，所以人就比較少，唔會話好逼。而中間呢啲亦都有一啲嘅畫啦，同埋有一啲嘅視頻俾大家可以參觀。再穿返出嚟我哋又見到另外一邊啦，呢一邊亦都可以望到展館嘅打卡位置。呢邊就介紹江南嘅文化，咁入邊就有一啲嘅紙板嘅公仔啦。咁展館入邊嘅洗手間亦都係十分之乾淨，咁亦都有無障礙嘅洗手間。至於女廁都有座廁嘅，咁啊有時想過嚟呢啲地方參觀最擔心就係廁所淨係得踎廁。咁我哋都會去埋洗手間先上返旅遊巴。希望下次嚟到杭州有多啲時間可以喺呢個展館度參觀啦。行到攰嘅話展館入邊都有好多張凳俾大家休息。差唔多夠鐘啦，我哋都行返出去入門嘅位置，等返導遊帶返我哋走。咁呢一邊就係入嚟嘅安檢區，亦都有locker可以俾大家儲存物品。呢幾隻貓貓都好可愛啊，佢自己跳咗落去個箱入邊。去到出口嘅位置亦都有一個嘅紀念品鋪頭，咁啊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喺度買返一啲嘅紀念品，不過價錢就唔係特別平啦。呢個位置亦都有一個嘅黑字嘅紀念章，行到口渴可以買返一條雪條嚟食。出口呢邊亦都有無障礙嘅斜路可以落返去地面嘅位置嘅。
咁我哋咧參觀完之後咧，就去我哋嘅下一站。下一站咧就會參觀咧南宮秀。咁啊咩叫南宮秀咧？其實咧就係南宋南宮嘅刺繡。佢咧亦都係一個大陸嘅時裝品牌嚟嘅，傳承咗咧宋代嘅皇家刺繡技藝。喺宋代嘅時候呢，其實好多刺繡嘅工序呢都係用男工嚟做嘅，咁啊唔收女工。咁因為咧呢個係一個嘅傳統技藝啦，咁所以呢就傳男不傳女。咁呢種嘅技藝呢，其實呢都好少人呢傳承到噶啦。咁啊，黃勝雄先生嘅出現呢，就幫一啲嘅時裝界啦，或者係戲服界嘅藝人呢，就做呢啲嘅衫。咁呢啲衫呢，一件呢都唔平噶。佢呢講話呢，一件閒閒地呢都要萬幾蚊人民幣。咁負責人呢都話呢，公眾其實可以嚟參觀嘅，不過呢就要預約。入到嚟啦，可以參觀一啲嘅好貴麗嘅衫。咁呢啲衫嘅設計呢都比較浮誇，有少少似龍袍嘅感覺，咁所以呢，現代人呢就比較呢少見呢會着出嚟啦。咁可能呢就一啲嘅粵劇啊、大戲啊、一啲嘅表演呢先會着。咁我都係第一次呢見人哋呢用咁大部機器呢喺度呢整衫啦，同埋呢設計嘅啫。由於地方狹窄啦，所以呢我哋就分咗呢兩批人參觀。咁亦都有一啲嘅細細房啦，係擺一啲嘅顏料啦，同埋一啲嘅布料。呢啲嘅絲綢呢，摸落去嘅質地呢，都真係好滑下。翻譯的這個織物的複刻版禪意啊，非常的輕，也來過我們這邊。咁嚟到呢度呢，就放咗好多呢藝人嘅合照啦。再入嚟呢個位呢，就係呢睇呢啲嘅工人啦，點樣呢製作一件衫。原來呢，用呢啲嘅印章印落嘅布料呢都唔容易㗎，少少大力呢亦都會呢變得太深色，但係太細力呢就會呢見唔到啲紋路。咁負責人呢就俾呢個碌我哋呢試下去磨呢個嘅印落去。也有講究的啊，沒有一定的功力也是刷不好的。來刷在哪？看刷在圖案上面。啊，刷。大家可以看到什麼呢？用力過猛，就像你談過朋友出來了，所以說很多的傳統技藝有一種，來是吧？哎，你看他是學會了撫摸女孩子頭髮的動作，但是停留的時間太長了，叫什麼？一針不來。啊，哎，還可以。這個科技的進步，大家估下呢邊個先係我印落去呢？咁除咗呢人手去車衫之外呢，仲有呢啲嘅機械呢可以呢自動車衫。而家機械人呢都係越嚟越發達啦，只要呢畫咗一啲嘅圖質落去呢，就可以自動整咗。呢度呢都有兩部呢啲嘅機㗎，可以取代咗人手。細個嘅時候呢，都有諗過呢做時裝設計㗎，因為呢可以自己呢揀你自己中意嘅衫啦，自己設計同埋自己整出嚟。可惜呢，上完視藝堂之後呢，都覺得呢自己呢就冇呢個嘅天分啦，畫畫呢完全呢唔掂，所以呢都係呢乖乖地呢做買衫嗰個角色就好啦。呢一刀呢就係呢用喺服飾上邊嘅配件。每一粒呢都好仔細啊，有啲呢似我哋以前呢細個呢上美術堂嘅珠珠。大家知道嘛？雲下1樓啦，謝謝。咁呢度呢就寫咗開放嘅時間，逢星期一呢就係休館嘅，開放時間呢就係朝早9點至11點，晏晝1點至3點半，夜晚6點至到8點。話咁快呢，我哋呢就參觀完南宮秀啦。咁啊，搭車呢去食我哋嘅午餐，沿路呢都見到呢好多櫻花樹啊，望落去呢都幾靚嘅。咁雖然當日呢就落住雨，不過影起呢啲櫻花上嚟呢，都有一啲嘅落雪嘅氣氛。咁我哋呢導遊就帶錯路啦，所以呢行極呢都未行到去餐廳嘅位置。呢邊呢亦都有2部嘅升降機可以落去下面噶。杭州嘅建築物設計呢都真係好特別啊！佢唔會呢起到呢一模一樣啦，冇乜建築風格。咁轉埋個彎落去呢，就係呢去到我哋食飯嘅地方。
本身呢，揀去杭州嘅原因呢，就係因為呢，杭州嘅餸菜呢比較啱我胃口，但係嚟到發現呢，唔係每一間嘅餐廳呢都係好食㗎。我哋今次午餐嘅餐廳呢，就叫做新宴中餐廳，咁佢主要呢係做圍餐為主嘅，咁啊所以呢，入邊呢有好多呢唔同嘅圓台。咁啊呢間餐廳呢，我哋呢全程呢總共食咗3次，咁所以呢，食到呢有啲厭啦。到呢第3餐呢，我真係呢放棄咗啦，出去呢自己揾嘢食。咁今集呢就嚟到呢一度啦，下一集呢，我會介紹呢杭州呢最重要嘅景點就係西湖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